这人是打爽了，可是我这心里啊，还是不踏实。娘娘，你还有什么事计划在心上啊？齐胜没有依仗张家的一兵一卒就当上了皇帝，他现在更没有什么可忌惮的了。我能不能封后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娘娘，您先别担心呐，皇上才刚刚登基，有很多地方还用得着咱们张家。您呢，只需要耐心等待封后便可。齐胜是怎么想的，我心里确实没底。更何况我和他的关系一向不和，这也是人尽皆知的。照您这么说，奴婢也觉得不对劲了。都这么多天了，怎么还是不见皇上的踪影呢？哎呀，怎么又来这套？给皇上请安，给太子妃娘娘请安。没长脑子吗？这是皇后。皇后娘娘恕罪，奴婢有眼无珠。没事，这不是还没举行封后大典呢吗？心意到了就好啊。哎呦，这小可怜啊，快起来啊！来，你倒懂得怜香惜玉。哥这叫有绅士风度。你该不会真的封我为后吧？不封你还能封谁？他就在里面，他吃了很多苦，是朕有赋予他。你说的他，难道是僵尸？他没死。唉，可怜的赵王啊，你是没有看到他那样子，惨呐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见过他？没有，我也是听人说的。赵王，是朕愧对于他在先。可江北一事，他也的确是过了界。这次朕没有重罚他，也是想给他留条后路。要我说啊，重不重罚不重要。现在呢，你是大仇已报，解了心头之恨就行了。正是因为赵王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实在是不能再照顾应月。他要一直体弱多病，朕怕他在赵王府再待下去，不被赵王逼疯，也会心力憔悴而死。所以你才想了个辙，把他接进了宫。你已经猜到了。你这不正在征求我意见，想要金屋藏娇吗？我理解。你想做什么呢？放心大胆的去做，我支持你。其实，我只是想让你容得下他，给他一条活路。容，绝对容得下。你小子那么快就封我为后，原来是给自己留着备胎呢。哼！哎呦，这儿蚊子还不少呢，要不咱们进去吧，别让人家姑娘等久了。我对这柔弱的声音一向没有抵抗力，这不是逼着我犯错吗？哎呦，妹妹病得这么严重，就别起来了。瞧瞧这小脸，鹅蛋脸都瘦成锥子脸了。妹妹，你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你知道哥的心里有多疼吗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在心疼妹妹。你还是出去等着吧。拜拜。让你不长记性。